兄弟姊妹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5年5月17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48篇，但以理书第7章27节，启示录11章16节到19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权柄。伫我的基督文道显现的时阵，就甲因讲，天顶地上地下所有的权柄，拢已经赏赐互我。然后伊就呼召文道出去传福音，带人归主，为着人洗礼，并且将耶稣基督所有的教导也教示因。这是耶稣基督非常明白表达，伊已经领受到上帝对天顶所赏赐的权柄，并且将这个引带人信主、洗礼归主的权柄赏赐互文道，互因有权柄为着人来洗礼，会当教示人，并且互人来归伫父、子、圣神的名下，也因为安尼来成做耶稣基督的文道。因为耶稣基督是万王的王、万主的主，伊有权柄统治这个世界。所有的统治者也拢要服侍主耶稣基督，就好亲像但以理书第7章27节所讲的，至高的会将权柄、王权甲天下列国的统治权赐予伊圣的子民。伊的国是永远的国。世界所有的国家的统治者，拢会顺服服侍因。这个济人未当明白的代志，就是亲像济人批评耶稣基督钉伫十字架顶死，并且受埋葬的代志同款。因为因无法度明白上帝的旨意甲奇妙的作为，因未会当了解耶稣基督的权柄。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所有相信伊领受伊救恩的人，也要来领受安尼的权柄。耶稣基督呼召文道的时阵，就安尼甲因讲，伊将来要赏赐平安，医治人以及赶鬼的权柄来互文道。耶稣基督并且来提醒文道，毋通因为降服着邪灵来欢喜，着爱因为名去互登记伫天顶来欢喜。这是记载伫路加福音第10章的经文。启示录11章16节到19节，约翰安尼讲着，伫上帝面前坐伫因家己座位的24个长老，面趴落去敬拜上帝，讲现在存在、过去存在、全能的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掌握大权，你已经做王掌权。外邦大受气，你嘛发受气。死人受审判的时机到啦！你的仆人正先知，你的信徒，甲敬畏你的名的，无论大的小的，你报赏因的时机到啦！败坏地的，你败坏因的时机到啦！上帝伫天顶的圣殿就开。伫圣殿内，伊的约柜看现。忽然有四呐响声、雷弹、地动甲大爆。无论是尊卑，所有敬畏主的人，所有属伫主的羊，拢要得到来报赏，因为透过耶稣基督赢过阴间死亡的权柄。上帝已经运用伊的权柄来统治这个世界。诗篇148篇，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恁着对天顶称赞上主，伫悬的所在学乐伊。伊的正使者，恁着称赞伊。伊的正天君啊，
恁着学乐伊；日甲假啊，恁着称赞伊；发光的星辰啊，恁拢着学乐伊；天顶的天甲天顶面的水啊，恁着学乐伊。才会拢着称赞上主的名，因为伊一个命令，一切就做成。伊将这的安置好势，永远袂变迁。伊定规例，永远袂废无。恁着对地上称赞上主，大鱼甲所有的深海，水若甲冰雹，雪甲云雾，听伊的话的狂风，恁拢着称赞上主。所有的大山甲小山，果子树甲百香树，所有的野兽甲精生，虫豸甲飞鸟，恁拢着称赞上主。地上所有的君王甲人民、贵族甲统治者，少年人甲在修女、老人甲囡仔，恁拢着称赞上主。恁才会拢着称赞上主的名，因为只有伊的名受尊重。伊的阳光盘过天甲地，伊互伊的子民强盛，互伊圣的子民拢称赞伊，就是遐个亲近主的以色列子民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感谢主赏赐救恩，不但互阮也得到会通得到伊来领受呼召，领受主所赏赐的权柄，有人得到利益，荣耀主的名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